之前已經同大家介紹咗展亮職業技能訓練中心，呢一節我會同大家介紹另一間綜合職業技能訓練中心。佢位於大埔嘅松嶺村，係一間幾有歷史嘅職業訓練中心。佢為輕中度智障嘅人士提供全日制嘅職業訓練、輔助就業、待業或轉業再培訓，同埋呢一個嘅庇護性嘅就業服務。今日就同大家介紹一下訓練中心主打嘅5個訓練項目，包括酒店嘅房務課程啦、烘焙實務課程、環境管理課程、飲食業課程同埋呢個陶藝課程嘅。一直以嚟呢，係坊間咧認為松嶺嘅酒店房務課程咧都係佢嘅王牌課程嚟嘅。呢個係非常之出名嘅課程。佢哋特登咧邀請酒店嘅專業人士幫佢哋設計模擬嘅工作訓練場所，所有訓練咧都係按照酒店嘅規格而設計課程嘅內容嘅。除咗呢個房務之外咧，酒店咧都會為客人提供洗衫嘅服務。喺酒店房嘅對面就設立咗一個洗衣課程嘅場所，令到學員咧有更全面嘅培訓，形成一體化嘅訓練。佢哋甚至細心到連唔同顏色、唔同衣物材料嘅知識都照顧到。為咗令到訓練更有效同埋實際，佢哋每日都需要同全個中心嘅所有唔同嘅學員清洗佢哋嘅制服，令到訓練同埋服務一體化。至於烘焙服務，學員每日訓練完之後都需要試食自己所做嘅產品，作為自我檢討嘅主要一環。由於松嶺有為學員提供住宿服務，所以學員會為舍友提供烘焙嘅食物，簡直係做到寓職訓於實體實習。咁嘅訓練就變得更加有意義啦。咁你會問，佢哋為舍友提供食物會唔會有危險㗎？呢方面大家就唔使擔心啦。佢哋已經領取咗呢個食環署嘅牌照，確保食物同埋環境衛生合乎標準嘅。佢哋亦都請咗酒店級嘅西餅大師作為老師。佢哋有製作曲奇餅喺網上售賣，有興趣去買啲曲奇餅嚟食嘅，俾啲鼓勵佢哋嘅人士呢，可以上網搜尋，送禮自用都非常之得體大方。我最為驚嘆佢哋嘅環境管理課程裏面嘅園藝一部分。園藝課程以整個中心作為呢個培訓基地，你可以想象整個山頭嘅種植嘅植物都係由園藝組去負責維護嘅，真係一個巨大嘅工程。除此之外咧，佢哋仲會同機構合作，例如酒店同餐廳咁樣啦，持續幫呢啲嘅機構更新同埋維護植物。可以見到咧，中心除咗係種植植物之外，亦都係一個養護中心嚟嘅。當嗰啲機構嘅植物變得唔靚嘅時候，佢哋就會送返嚟中心養護，而喺松嶺嘅優質植物就會送到呢啲嘅機構去。由以上可以睇到呢個課程需要好大嘅體力勞動同埋良好嘅身體狀況。對於有肢體殘障嘅人士嚟講，呢個課程就有啲嘅困難啦。喺飲食業課程方面，佢哋每一日返到教學嘅地點，就要為學校嘅所有學員準備午餐。由以上嘅信息，大家有冇留意到松嶺所有嘅課程，學生都能夠學以致用。佢哋一邊學習，一邊係為中心裏面唔同嘅學員提供服務，寓實習於學習之中，有效咁提升學員嘅學習效能。松嶺設有2類型嘅宿舍。一種係小家舍形式嘅獨立屋，每間獨立屋大約住12至16個人，入住嘅學員必須有獨立生活嘅能力。家舍裏面設有廚房，舍友會學習獨立生活，進行自我訓練照顧、膳食同埋醫療護理，仲需要自己安排康樂嘅活動，等佢哋有自主生活嘅能力，為佢融入社區做好準備。大部分嘅學員都係留宿5日，有特別嘅需要可以申請假日留宿。宿舍亦都有護士同埋社工提供服務嘅。松嶺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就係為畢業咗而未能排到政府宿舍嘅女仔提供18個月嘅過渡性房屋安排，而且唔係佢哋中心嘅學員都可以申請㗎。中心亦都有提供校車服務，即使住喺屯門、
觀塘、九龍塘嘅地區都可以每日乘搭校車返學，而且校車嘅費用非常之平。由於松嶺喺山上面多山路，所以咧唔係咁適合使用輪椅嘅人士去報讀嘅。學員咧最多可以選擇3科，佢哋上晝通常係讀主科，下晝又有必修科同埋呢個選修科。學員一年咧有2次嘅選科，喺8科裏面選其中1科。大家見到圖片上面就係佢陶藝課程嘅作品，陶藝作品係可以接受訂購嘅。訓練中心亦都有貨倉同埋零售嘅訓練，零售訓練亦都係採取面向所有學生同埋教職員嘅運作模式。每個同學喺畢業前咧都必須要有1次嘅實習，同時咧社工會協助佢哋配對工作，亦都可以申請康智會嘅就業支援服務，令到訓練同埋就業互相配合。